就来到南投市，昨暝有一间金仔店发生着抢案，一个27岁男子上阵这个早市边仔金仔店，暗时8点外看软市较无人，今仔要来看金仔，趁机会抢走一条40万的金破链，骑车白日弄。警方讲，伊骑车骑入去一条 A 巷仔内底，甲机车弹咧，所以其实毋知是坐客人车，或者是叫朋友来载，非得就是一路来制造着断点，走去台中，甲金仔卖掉，才返去厝。也毋过遐手段也是互警方来看破，早起透早5点，就互警方抓着咯。暗时8、9点，警察车警察聚集伫咧金楼路口，因为遮发生抢案，一位查甫人伫咧金楼抢金链仔了后，车徛咧就浪杠栓。金楼伫咧南投市民权路菜市仔的边仔，虽然透早遮闹热滚滚，毋过到暗时仔摊上休困了后，就无啥人。查甫人就伫咧昨暝8点外，要来到金楼内底，惊要买金链仔，结果抢到人就赶紧走。那个条链子市价是30多万，人如果安全没事就好了啦。犯案了后，查甫人骑车南去到巷内底，看到头家落伫咧后壁，伊随甲车弹咧，赶紧走。惊警察了，机身坐客人车走去民检秘，随着到槟榔档敲电话请朋友载伊到台中，金仔卖掉，才转去到南投德山大所在。一抓路弄来弄去，尾仔嘛是叫警察看破骹手。犯案隔两天透早5点，查甫人伫咧厝里困，嘛是叫警察抓着。那本分局即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，彻夜的清查，迅速在10小时内将犯嫌查缉到案。警察讲，查甫人敢若27岁，因为叫抓着了后，拒绝夜间精神，所以伊是为着什么代志犯案抢劫？犯案之前敢有详细规划，拢会等待笔录做煞含精神过，才当厘清真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